Hello，大家好，我係 May。最近一位自稱擁有遙視能力嘅女子迅速走紅，佢就係加拿大知名通靈師伊麗莎白·埃普尼爾。今年2月，伊麗莎白喺一檔播客節目中公開咗佢嘅遙視經歷。大家可能都知道，遙視又叫千里眼，就係人能夠睇到千里之外正喺度發生嘅事情。仲有啲人甚至可以直接睇到未來嘅畫面，而伊麗莎白就擁有咁樣嘅超能力。佢話呢種能力係佢自學學出嚟㗎。喺佢睇嚟，遙視本質上都可以理解為一種星體投射。伊麗莎白最早接觸呢類能力係從前世回溯開始㗎。佢發現，當人進入一種極度放鬆卻依然清醒嘅狀態時，意識可以暫時脫離身體，進入唔同場景。都正因為如此，佢開始思考係咪可以跳過漫長嘅引導過程，直接進入場景，快速提取內容。後來佢嘅嘗試越嚟越大膽，唔再滿足於回溯前世，而係開始將目標轉向古文明、秘密計劃，甚至地下軍事基地。佢形容話，遙視嘅感覺就好似成個人真係離開咗身體，每當外界突然傳嚟巨響，又會瞬間被拉返現實。佢話一開始進入遙視狀態非常困難，往往要花上45分鐘到1個鐘，需要高度集中先至能夠進入嗰種幾乎失去知覺嘅安靜狀態。但係經過多年訓練之後，呢個過程被大幅縮短。而家嘅佢只需要眯埋眼幾秒，就好似大腦自動發問你想去邊，隨後就能夠迅速切換接收信息，再返回身體將內容講出嚟。但係對於自己所睇到嘅一切，伊麗莎白其實一直存有疑問，因為佢只係睇到咗，卻無法真正證明嗰啲畫面係咪真實存在，無論係黑龍人、地下基地定係外星人。直到佢發現自己通過遙視睇到嘅未來，竟然接連應驗咗。2023年12月11號，伊麗莎白喺自己嘅付費網站上預測咗2024年嘅全球重大事件，其中就包括震驚世界嘅特朗普遇刺未遂事件。進入2025年，佢再次睇到亞洲某國將發生一場重大地震，冇諗到3個月之後，緬甸孟德勒附近果然發生咗7.7級強震。緊接住，伊麗莎白仲預言2025年世界會發生一起轟動嘅黑客事件。果不其然，到咗11月初，中國最大嘅網絡安全公司知道創宇就爆發咗一場震驚外界嘅數據泄露風波。令人頭皮發麻嘅係，喺呢場泄露事件發生後，暗網出現咗一批創宇公司嘅內部資料，內容涉及黑客工具、遠控木馬、目標清單以及對外滲透行動嘅技術細節。而呢啲泄露嘅文件竟然涉及20幾個國家同地區，包括印度、日本、韓國、台灣同英國。經過一連串應驗之後，伊麗莎白開始認真記錄自己所睇到嘅未來畫面。咁樣對於2026年，伊麗莎白到底睇到咗乜嘢呢？伊麗莎白話：2026年可能會出現一場詭異嘅天災。佢喺遙視中睇到咗一個極其龐大、破壞力驚人嘅災難，其規模之大，足以將整個嘅佛羅里達州夷為平地。但係呢個到底係颶風、龍捲風定係熱帶風暴？伊麗莎白自己都分唔太清。佢淨係知道呢場災難大概率會發生喺2026年嘅秋天，而且會嚟得非常嘅突然，都好唔尋常。伊麗莎白仲睇到今年春天可能會發生一場世界末日級別嘅事件，而佢喺遙視中捕捉到嘅畫面只有一個極其強烈嘅火元素。佢形容話嗰個係一種異常熾熱、充滿毀滅感嘅景象，好似係捲席而來嘅極端熱浪，
都似係地面突然噴湧而出嘅熔岩，甚至似係從天而降嘅隕石。接下來，伊麗莎白非常清晰咁睇到一架校車出現喺畫面中。我之所以都係將佢講出嚟，係因為舊年我都曾經睇到一個非常清晰嘅畫面，一架飛機墜毀。當時我都係好隨意咁提咗一句，並冇得到更多信息。但係後來喺2025年，確實發生咗好多起空難，多到有啲唔太尋常。呢一次佢睇到嘅畫面非常清晰，嗰個係一架校巴，因此佢猜測話2026年可能會有大量嘅校車事故發生。喺金融同 AI 方面，伊麗莎白都睇到咗一啲畫面。伊麗莎白表示，未來圍繞家用機器人嘅爭議會越嚟越大，亦即係話從2026年開始，真係會有一批人企出嚟反對或者抵制 AI。無論係 AI 自動化、聊天機械人，定係嗰啲原本號稱係嚟幫助人類嘅家用機械人，都會引發越嚟越強嘅反彈。佢認為從呢一年開始，會有整個反 AI 嘅呼聲同行動都會越嚟越多，而且增長嘅速度非常快。而喺金融方面，伊麗莎白睇到股市會再次下跌，與此同時，加密貨幣可能會短期回升，而黃金、白銀等貴金屬則有機會大幅上漲。但係股市下跌嘅同時，仲可能發生一啲重大事件，比如一啲公司嘅 CEO 或者關鍵人物可能會突然離開崗位、失蹤甚至離世。至於呢個背後究竟有乜嘢關聯，佢自己都唔確定。此外，變化最明顯嘅就係網絡平台。伊麗莎白睇到，接下來網絡審查會越嚟越嚴，特別係社交媒體上嘅內容審核會更嚴格。但係都因為管得更嚴，反彈都會更大。佢提到未來可能會有好多創作者、網紅被封號、被限流，甚至直接被平台移除。而咁樣嘅情況會逼出一啲管得冇咁嚴嘅新平台替代平台。事實上，我哋而家已經睇到一啲好有潛力嘅新平台開始出現咗，亦即係話我哋即將面對網絡平台嘅大洗牌。對內容創作者嚟講，呢個都係一個風向標，下一波新平台、新出口或者好快就會出現。喺醫學方面，伊麗莎白睇到未來可能會出現非常大嘅突破，會衝擊到嗰啲掌握權力同資源嘅人。我睇到嘅其中一個方向，其實係同疾病，尤其係癌症有關。我唔確定我有冇將呢個記落嚟。總之睇起嚟就係會有新嘅醫學突破出現，然後我唔知道應該點形容。我睇到嘅係嗰種，你知道㗎，嗰啲專門俾富人辦嘅晚宴，佢哋會喺嗰種場合捐款，用嚟抵消稅務，然後打住癌症研究之類嘅名義。但係俾我嘅感覺係，呢啲醫學突破會將呢一整套體系直接衝垮，就好似嗰種將錢不斷輸送入一啲虛假研究嘅系統，會被徹底終結，因為真正有效嘅解決方案開始出現。另外最有意思嘅係，伊麗莎白睇到咗咁樣一個有關勾結嘅畫面。我喺呢個畫面中接收到嘅一個關鍵詞係串通，亦即係話美國同另一個國家之間嘅某種串通會被揭露出嚟。整體感覺係到2026年會有一個非常大嘅陰謀被曝光，人們會因此感到害怕，因為真相被揭開咗，而且呢件事似乎同金融以及軍事有好大關係。所以我喺度諗，會唔會係某個國家喺度資助美國嘅軍事體系之類？總之就會有某種暗中勾連喺2026年被揭露出嚟。呢件事可能係通過吹哨人，亦即係內部爆料者，或者係解密文件之類嘅方式曝光。嗰種感覺就似係，天啊，我完全唔敢相信美國竟然會同呢個國家合作，我從來冇諗過。而家人們對呢件事開始感到不安同害怕。呢個信息就似係我剛才講㗎，好具體，但係你可以選擇相信，都可以唔信。
對伊麗莎白嚟講，最重要嘅其實係佢睇到好多人喺2026年會經歷一場靈性上嘅轉變，而且呢種變化會超出好多人嘅預料，所以佢俾2026年嘅一個關鍵詞就係覺醒。喺佢睇嚟，2026年會係一個行動之年，呢一年會帶嚟新嘅力量、新嘅開始，都會帶嚟新嘅機會。只要一個人真正完成咗嗰啲該完成嘅改變，就能夠重新揾翻內在嘅力量，重新點燃動力同創造力，都會再次睇清自己嘅人生方向同使命。不過佢都提醒，會攔住人們前進嘅唔係天災人禍，而係嗰啲一直冇處理完嘅老問題。亦即係話，如果有啲事情你一直拖住冇解決，咁樣到咗今年，呢啲麻煩好可能仲會再次冒出嚟。而伴隨住人們嘅覺醒，地球都會進一步升維。伊麗莎白睇到2026年就係新地球嘅開端，而進入新地球之前，就係每個人做出選擇嘅時刻。2026年係一個關於錨定新地球時間線嘅年份。我哋唔會一下子完全進入嗰個狀態，但係呢個係新地球時間線嘅開始。呢個都係一個需要你做出選擇嘅時刻。你想要滋養點樣嘅頻率？你係想滋養和平、合一、寬恕同無條件嘅愛，定係選擇滋養恐懼、憤怒、分裂、攻擊性、妒忌、執着以及物質主義？無論你嘅諗法、行為，定係你所處嘅環境，以及你身邊嘅人所關注嘅嘢，呢啲都會構成一種能量、一種頻率，亦即係你正喺度餵養嘅嗰條時間線。